欢迎来到 Go Go 东哈发，我是一姐。A 姐，我下礼拜要到竹东去啊，你有什么推荐的行程呢？我一定要推荐你，就是要去竹东的中央市场哦，在这里真的很好逛，一大早就活力满满。说到了市场，就是思宠。思宠就是市场了，你说的中央市场，我很早就想去逛一逛了。不过里头到底有什么必买的排队美食呢？而说到了排队，就是百列。你刚刚提到的百列就是排队哦。当然吃这些美食呢，一定要百列一下，因为包括像是客家菜包啦、客家板条啦，还有泡菜。另外不能错过的就是我最爱吃的红糟鸭了。泡菜就是天妇罗了。你说了这么多好吃的，你一定要带我去好好品尝品尝哦。当然没问题啊，不过带他去排队之前，我先教给大家今天这一句客家话。那么这句呢，就是市场有许多排队美食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：思宠有动多爱百列跟米食，思宠有动多爱百列跟米食。今天 Go Go 东哈发带你到竹东中央市场好好逛一逛。博子，我告诉你哦，来到竹东啊，你一定要逛逛他们有名的思宠。他们思宠里面啊，有很多好吃的客家美食哦。博子，这个思宠好好逛哈。对啊，这边很好逛，人好多哦。我想要买这个泡菜，你去前面买百列跟美食。老板，我买泡菜，这泡菜怎么卖啊？那个半斤80。那我买半斤，谢谢。好的，烤来不看，还有做妈动物性。那还有其他排队美食吗？有出来做妈，还有俺这不还标的黄金玉米鸡，为非常好吃。老板，那我那个红烧鸭。好，没问题，欢迎到一下做妈来。哇，怎么那么好啊？今天不用百列。我今天不是今天按9嘞，你按眼狗腿嘞，按9嘞，50块7家都是做的。怎么样啊？竹东的中央市场是不是一定要逛啊？真的不但好逛，而且呢超好吃的，超多美食的呢。带大家大啖美食之前，还是要帮大家复习一下今天这些实用的客家话。首先呢，帮大家复习的就是市场，市场就是思宠，思宠就是市场了。而中央市场里头已经很推荐的就是天妇罗了。天妇罗呢就叫做泡菜，泡菜就是天妇罗的意思，没有错。而且啊，来到了市场啊，你当然要吃到这些美食，必须要付出一点代价，就是要花时间排队哦，要百列。百列就是排队了。今天最后帮大家复习的这一句就是市场有许多排队美食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思宠有动多爱百列跟米食，思宠有动多爱百列跟米食。今天 Go Go 东哈发就带大家一块到市场就好好逛逛吃美食了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